来看今年1月份有一粒通过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认证的小行星，天文学家改号名做丹顶坡小行星，要来纪念这位伫228事件中殉难的画家。文化部长李我嘛讲哦，这粒行星临时的编号嘛有228这3个数字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哦。希望这粒小行星会当来保庇台湾一路行到如何的所在。 陪你我采收热情的心花今天歌王交朋友唱这首《画一粒星》，是含台湾戏剧专家尤元谦为丹顶坡小行星所创作的歌。今年1月份有一粒小行星正式通过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认证。这粒小行星号名做丹顶坡，是全球头一个用台湾艺术家来号名的小行星。发现这粒小行星的团队表示，因为丹顶坡对台湾艺术甲历史拢有真重要的意义，所以才会安尼号名。陈先生、陈哲博是我们第一个提出来的呀。 当然，因为它属于我们的台湾那个近代油画里头一个很先驱者呀，就做很多贡献。天文学家表示，小行星对发现到完成国际号名需要几多的时间。丹顶坡小行星是2007年伫鹿林天文台发现的，长大约有2.2公里，射太阳一年大约4.63年。预估今年6月中旬上接近地球。丹顶坡文化基金会也表示，对因来讲，这粒星代表对乡土的情感精神伫宇宙当中行，是一种鼓励。今仔这个行星会当号名做丹顶坡，伫阮子孙的想法内底，就是一种的鼓励啦。也若进前网络顶对这粒小行星的名有袂少讨论，有人建议应该用台语的丹顶坡来号名。基金会表示，丹顶坡的一生捌用原文、汉文、日本话来展现伊家己的名，所以尊重天文学家伫学术上的号名用华语发音。另外，目前伫咧大博馆展出的丹顶坡103特展有举办小行星微型展，现场通看到这粒白色的小行星用3D 列印的模型。文化部长也伫现场表示，希望丹顶坡小行星通伫宇宙看顾咱台湾，保庇台湾一切顺遂。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。